金庸先生創作多部經典嘅武俠小說，例如《射雕英雄傳》《神雕俠侶》《笑傲江湖》等等。而佢嘅呢啲作品啊，對於普及中華傳統文化，亦都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。喺佢筆下嘅世界，除咗強調武藝精神，亦都可以睇到唔同朝代嘅傳統服飾，展現江湖中嘅歷史美學。今日我哋就嚟到位於大角咀嘅一間中學，佢哋亦都舉辦緊同呢個金庸主題相關嘅互動講座。我哋嚟一齊睇睇呢個活動花絮。喺講座開始之前呢，有部分學生就獲抽中試穿漢服，所以睇到導師喺後台協助一眾學生更換漢服啊！而且唔止着重服裝啊，就連飾物、髮型亦都十分講究，所以學生都表現得十分雀躍啊！今次講座以金庸筆下經典嘅角色為引子，帶領學生進入金庸武俠小說嘅世界，同時了解歷代華服嘅演變。例如交領、左印同右印包含嘅等級意識，而且中國傳承千年禮儀之邦，亦都可以借今次嘅講座教導學生傳統禮儀嘅手勢，例如作揖，體現傳統文化。唔知學生同老師對今次嘅互動講座有咩感受呢？繼續留意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嘅專頁，觀賞佢哋嘅專訪影片啊！